云林市东乡的公园边啊，本地是有藏一寡护栏，但毋过最近却消失了。调监视器发现讲，护贼仔在走，警方嘛已经抓到2个嫌犯。警方是表示讲，计共74公尺的护栏，大约是价值60万。即马雄安尼吼，我即马等一下确认了后，我一定要紧报警。有民众发现规排通路边的护栏，有其中一段规排消失。伫云林县市东乡公园4区位，常常有民众来遮散步运动，惊民众跋倒安全问题，边仔有设围篱，即马煞有74公尺长的围篱无去。你若以当时的造价安尼来讲，我的损失要甲公司的损失要甲60万啊。但是我嘛感觉真怀疑，就是讲。这种物件这么明显的是赃物，为什么查拉要摕？伊要摕就表示他有去处。市东乡公所讲，当初设护栏的时阵，采用材质较好的阿鲁米合金，1公尺报价大概800块，这摆损失大约是60万。警方接到报案，随调阅监视器锁定车辆甲人，随抓到2个嫌犯。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调查。经连日不眠不休，调阅周边数十支监视器镜头，抽丝剥茧，于2日内即将李姓、周姓2名犯嫌查缉到案，全案依窃盗罪嫌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。警方讲，这2个嫌犯已经甲偷来护栏脱手卖2万块，防抓到时钱早就开掉，会继续追查护栏的下落。另外，市东乡公所讲，若是会当找到护栏，会阁请工人甲护栏装转去来减少损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